镜头转来看标历，有一个77岁负责人骑车对车路的上挂口直接就要切入去上内底车道要倒弯，还后壁一个骑车来的民众挡袂住，弄到不幸过身。另外，伫咧中华嘛有一只轿车违规驶翻头，结果去和一只奥多麦相撞，这骑车的人搁落落去边坡，好佳在是干那轻伤尔尔。穿红色外套线路的混人骑机车经过标立后人新港三路一个路口，无注意后壁心受车，就直接对车道上外边切入来要倒驶，后壁同方向四路这骑机车的人袂火闪直接弄进去，两个人拢摔倒伫涂骹。这段时间，阮个囡仔拢嘛走出来。意外发生伫19下晡2点外，民众听到烧弄声音真大声，拢出来看，发现这四路骑车的人已经无任何反应啊，赶紧通报119送病院急救。鲁姓骑士伤势严重，送往医院急救。罗姓骑士经检测无酒驾情事。这四路骑机车人主要因为伤势真严重，急救无效，宣告死亡。另外，同一天暗头5点外，中华139关道也发生一个车祸，轰弄到骑机车的人，同时也摔落去3公尺边坡。他有爬上来吗？救护车到现场时阵，受伤这骑机车的人已经家己爬起来啊。虽然人真清醒，也毋过因为正脚甲正手拢有明显的伤痕，救护人员紧赶紧甲伊指挥包包的，甲伊送病院救治。自小客车在该处回车时，与直行车彰化往南投方向直行发生碰撞，造成主重机车失控，跌落山沟。警方讲，这车祸是轿车违规来挡驶，后壁共向机车被火动直接甲弄到，加在骑车的人摔落去边坡了后，无造成更加大的伤害。警方也提醒开车的人，驶弯也是挡驶，拢应该注意后壁车流的状况，并且依照这个标志标线来开，避免意外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